嗰度同大家小姐去马乐团的团长齐浩翔，伊系台湾新武客人。10年前呢，10多年前一场音乐会后，伊对一个蒙古音乐一定有兴趣哦。也2008年还去到蒙古，伊学蒙古人伊能够贴拍的口音，一个唱法。下一年呢，路团朋友共下阵呢，去马乐团还发行的李人出走一种专辑，因为今年金曲奖创意类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，比伊能设计专辑包装的艺术家陈文德也入围的最佳专辑包装奖。做在蒙古上，会马乐团团长齐浩翔展现出特别的口音，客家的马跳琴、他的琵琶、老树鼓也流乐器，演奏出一段又一段感动人心的音乐。那有谈过一个音乐会，有一个欣赏哈，佢就对台上表演那种动特别的蒙古的口音，佢冇唱的音乐，佢唱当到的故事，对地背度，故时爱谈到的时间，爱就一直不断的流泪啊。第10多年前的一场音乐会后，齐浩翔就同蒙古音乐结合同层的演，对佢用时起时就立志爱好唱蒙古族特别的口音唱法。2008年得到哈维菲的补助，齐浩翔非常请自家对人生的理念，希望按演去蒙古30年好音乐。不过在歌唱当中，才发现感唔到采体环境，又加方言唔同也了情形。对佢来讲，佢用是好蒙古音乐特别艰辛。不过佢还系动用心，用讲以蒙古族嘅生活。一听为老记到腔下神话爱张飞迪亚种声音，老记到老蒙古人嘅关系之后爱张飞迪亚种声音，老爱自家嘅关系。我们学的东西虽然深入，但是比较窄。但是浩翔他接触音乐，他虽然并没有像我们深入到说非常专业的地步，但是我觉得他看音乐、看任何艺术性的东西，他都是非常广的。齐浩翔老一群有共用想法的音乐盘，真系会马乐团，头一摆发行领人出走专辑，终于为今年金曲创意类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，其中有一首歌曲《客家细草》，客家系唱出佢对亲人的思念。听到蒙古的这一首民谣叫做《小草》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我们南方的岛屿上的客家的亲情也放在这里面？故事我们就老亚用重，好，我用给亲情的这种东西放在一起，就做了这一首客家小草。非洲的本专辑有客家好的表现。会马乐团有请艺术家陈文德设计包装。陈文德讲，他家调的歌曲就像在太子宴当中按畅快，佢就是用安尼的心情设计顶年出走专辑包装，名义为今年金曲创意类最佳专辑包装奖。他们的音乐就是属于很辽阔、很大自然，会想象就是说，如何借由我的包装设计，然后找到很好的适合的图片，然后就是把他们的音乐给衬托出来。会马乐团团长齐浩翔讲，在创作音乐嘅每只阶段，对家调来讲都系新的挑战。为了家调永远高高嘅谈，行家用热爱音乐嘅心，肯定会马乐团行出音乐嘅无限可能。客家新闻林君佑、冯小可、王子涵综合报道。